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8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是，即马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嘉义县对昨半暝开始落雨，一寡所在呢是7点钟来就落超过300毫米。嘉义县朴子、太保、民雄甲六卡等等拢传出淹水的灾情，有道路呢已经淹甲看袂到啊，所以嘉义县府今仔日透早是赶紧宣布停班停课。 六卡乡的乡长叶手组织车辆搁驶过来淹水的所在，透早伫嘉义县六卡乡的一寡庄头，因为落雨造成淹水，已经互原本的路拢看无，上深的所在已经淹到脚头有。因为我们六角大排是固堤，伊固堤吼，即马雨落甲已经拢溢堤出来，就是满出来。但是六角大排贯穿阮六卡乡有13个庄头，所以地书吼，真侪庄头拢有淹水这个问题。那有关于一些淹水的村庄啊，我们会再跟水利单位跟中央，那好好来讨论。 那有没有办法用人力的方式，那能够再强化它的这个抗水的韧性，那能够让大家早日这个摆脱淹水之苦。除了六卡乡以外，嘉义县的朴子、太保、新港、鹿草、清水康定区拢有淹水的状况。嘉义县政府是临时伫早时7点45分宣布停止上班上课，有真侪民众是已经出门要去上班。快要到公司了，然后才说宣布那个停班停课啊。 对，但是就是说还是先进来看一下，然后再离开这样。可是雨下很大，水也蛮高的。是大概就8点还是7点50几分才知道啊，他都已经去到公司了，他去到云林的公司了，可是没有办法，还是必须得回来啊。嘉义县政府表示，超过300毫米的雨量，维护排水的状况，造成一寡道路有淹水的问题，已经实施预防性的封路，会看刷落来落雨甲退水的状况来随时调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好，来看这波大雨呢，伫个台南的后壁区嘛是同款传出淹水的灾情。昨暝到今仔日透早呢是拢咧上大雨，真侪道路拢已经封起来，这水呢上深已经淹到骹头区，水嘛淹入到徛家厝内底。市政府宣布台南后壁区今仔日嘛是停班停课。目前台南后壁现场，咱交予记者李成武。 是目前记者所开所在，伫咧台南的后壁区哦，从昨暝到即阵哦，依然是上大雨。地思讲哦，即摆依然是咧哦，在做大水哦。即摆后壁记者所开所在，遮后规个是阴干咧阴蓬蓬。地思讲有寡车辆哦，依然是掉喺水内底。啊，有的居民哦，即摆是咧拼厝内哦，讲即个风台嘛无遮严重，互因实在足无奈。说下到快5点的时候，开始淹水进水，房子里面开始进水了。 然后那个到6点多的时候，雨稍微小一点的时候，水有点退了，屋子里面的水也清完了。结果7点多又开始下大雨，又淹一次。前3年落啊，真哦，拢落足大的雨啊。哦，淹起来就对啦。起来应该可能下个较悬的是顶起，透袂去的顶起啦。 后壁车寮后埔即阵哦，淹水是下袂离，民众无奈讲哦，每摆只要落大雨，因拢无法度出去，嘛无法度入来。即摆只吼道路是已经封锁线，目前台南市政府嘛已经宣布后壁区今仔日停班停课。有民众是推测讲，应该是顶届风台的树枝树叶，甲排水孔是塌掉咧，地势即回才安尼生。灾民就希望讲政府会当来遮赶紧斗3工，无即阵因家是已经厝顶拢飞去，叫无工来搭。即摆佮面对着 水灾的灾情，要互因是马口无目屎。是记者李成武伫台南的连续报道。好，多谢新闻，请南部地区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这个落大雨的灾情啊，来关心这低压带呢，甲西南风是继续咧影响咱台湾。这礼拜这全国各地天气其实拢无啥稳定，除了中南部地区呢会落大水雨以外，其他地区也要注意这个准雨的情形。也那轻度风台地在草是按中国迄边去，不过伊的外围环流是会影响到咱台湾。另外一个风台科罗莎因为离台湾是真远，所以对咱是无直接的影响。 最近天气落雨，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气象署拜针对中华南投以南到屏东高雄8个县市发布大雨，也是大水雨特报。另外，风台地在草对热带低气流在27增强，佮变做轻度风台。气象署指出，虽然会按中国去，不过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因若中度风台科罗莎离台湾真远，行的路线嘛对咱无影响。
8号台风竹节草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是位在琉球附近的海域。今天呢，大致在琉球附近的海域附近，打转滞留之后呢，会逐渐的开始往偏西北的方向移动。那至于在9号台风科罗莎未来的移动方向比较偏北上面移动，并且呢，比较不会影响到一些附近的陆地。气象署表示，对8日暗时开始，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会下大雨，也是大水雨。北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卖落准雨。气象署讲，拜3直到礼拜，虽然水汽会变少，也毋过中南部地区也是会继续落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含落西北雨。在不稳定的天气之下，其他地区呢各地都有可能发生短延时强降雨，并且伴随可能有雷击、强阵风这种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因此，未来呢如果有在户外活动的话呢，都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气象署提醒，这礼拜各地头天气拢无稳定，山区嘛因为落雨，土马较会含水，土石可能会放落来，地势较低所在嘛较会积水淹水。气象署提醒民众，较莫伫这段时间去山区和溪边，避免发生危险。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好，提醒大家在休困时啊，尤其天气阁无啥稳定，所以出去外口佚佗都要特别注意安全。亲像昨昏呢，这新竹的双龙水墙是发生撩起意外，有一个姓曾的教练互水流架起，全安尼渡水不幸过往。即马详细原因要待厘清。山林内面回流的声音，强要砍过所级流源的声音。伫咧新竹县的五方乡，这个正热门的撩开景点双龙瀑布，而且发生不幸的代志。有一个人伫咧撩过半路，45岁姓曾的教练，敢若互窜流的溪流降去，流进化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一间企业社一行8人，包含2名教练及6名学员，前往五峰乡双龙瀑布参加溯溪行程。其中1名教练不慎遭翻滚流卷入。救起时有生命迹象，经现场人员持续 CPR 后 ，AED 评估仍不建议电击。本来花花喜喜去瓦滚大自然，却伫双龙瀑布发生悲剧，要家属决定放弃急救。最近天气多变化，过头了常常有雷阵雨，南要去山顶溪仔边一定要注意地形加水流的变化。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好，针对这7月26大罢免的结果呢，24个哪位甲天职当中的这个新竹市长高虹安是全部拢罢免失败。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今仔日伫面册发布讲，这罢免的结果呢是无够好。民进党做一个执政党的人呢，其实是有伊的责任伫的，所以今仔日已经向赖清德来请示。林佑昌伫咧面册写着讲呢，做民进党的秘书长呢，若有任何做了无够，也是讲无符合着社会期待所在，真愿意来面对社会的检讨，伊家己嘛愿意出面来担这一切的责任，所以已经甲赖清德主席来请示啊。另外来关心的是，这金门长涌呢，这受水的活动已经起过，有1000多人来参加，包括着102位的中国的选手。因过这今下这受水的活动呢，是会做伙来举办，要毋过今年是互流委会建议停办。选手表明向海中冲，第22届金门海上长泳日期伫历史13号海湾开始，1200个选手内底包含102个中国选手，比往年拢有差不多300人，明显人数减少。主要是因为意向到停办的金夏泳渡今年轮到中方主办，啊，不过伫流委会表态无建议办理之下话停。很遗憾呢，就是只能说不过去有的来了，对啊，希望以后我们再来一次吧。正常的交流啊，两岸一家亲。好，又开始。对金夏泳渡停办，中国受水人拢表达希望中华应继续进行体育交流活动。未少台湾受水人也讲原本报名无参加就真可惜。原本是要参加，因为那个两岸的问题啊，可惜没有参加到啊，希望下次可以参加。这摆现场也无看到中央政府体育署代表参加，互在地人讲感觉活动求水。金门县政府表示，有照往例发邀请函，可能因为拄到世大运这行程，才无法度来。相信两岸的这个领导会对我们金门有所支持，可以持续的来进行跟举办。金门县政府进正指出，金夏泳渡有体育难度，也建立口碑甲知名度，停办对金门经济有一定冲击，也反而影响金门未来整体发展。希望只是单一事件，唔通加做常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
最消息先带大家来关心的是，伫德国西南部呢，昨发生火车败马意外，上无有3个人死亡，也有真侪人重伤。当地媒体是报道讲，这真有可能就是因为大风雨佮加土石流，才互2节车厢安尼变过。即马官方正在调查原因。 这个黄色铺色的火车车厢兵车，救援人员甲消防员当咧拍拼救出乘客。另外一部分的人员伫这2节败马车厢附近细细看咧，看这块架仔，想要理清火车是安怎伫这搭败马。Und dann hat er knallgehört. Und dann das war ein Kirchenknall. Andere ist gesagt, da war das. Er ist in der Nähe, weil er gesagt, da ist ein Baum umgefallen. 意外发生了后，直升机到现场，甲伤者送病院。这班火车2节车厢伫德国、瑞士、法国交界附近的里德林军店、甲明德经军店之间败马。根据德国媒体引用气象的预报消息，这个地区当咧透强风、落大雨，山崩可能是地势意外的原因。Hier starke Regenfälle gegeben, sodass das nicht ausgeschlossen werden kann. Kann man nicht vollständig ausschließen, dass darunter auch noch Personen sich befinden. Ich habe mir sagen lassen, dass auf dieser eingleisigen Strecke der Zug, der Regionalexpress, ungefähr mit 80 Stundenkilometer fährt. Das ist natürlich ein hohes Tempo. 日期暗时大约6点10分，苏当时列车大约载100名的乘客。营运商表示，当局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大约40公里路段的交通运输暂停。德国交通运输常常因为基础设施真后互人批评，旅客三不五时会拄到慢分，还有各种技术的问题来影响行程。德国政府已经承诺未来几年会投资数千亿的欧元，将铁路系统现代化。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 另外来看，这美国密西根州呢有一间超市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这是一个查甫人以牙刀啊、乌白乱拨，拢总是造成11个人受伤。目前这个嫌犯已经被警方抓起来啊。 警方接到报案，讲有真侪人被杀着伤，赶紧赶来密西根州这间沃尔玛超市，有伫现场看到人讲，看到受伤的人被抓在，赶紧送病去。警方讲嫌犯是一个人犯案，无啥讲话。1 count of terrorism. 11 counts of assault with intent to murder. Mr. Gilley's history shows prior assaultive incidents as well as controlled substance violations. A motive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第二发生时阵，伫咧现场的一位超市的人客讲，伊看到一个查甫人拿刀刣一个查某的颔棍仔。5分钟了，这个查甫人和5、6个超市的人客围起来，其中一个牙枪对这个查甫人发讲，甲刀放来。这个查甫人是拿话我无咧插啊，拿退后要互大家挨涂骹。Receiving calls stating that there was a man with a knife inside the Walmart store actively stabbing people. At the time of the deputy's arrival, multiple citizens, including one who was armed with a pistol, were confronting the male suspect in the parking lot and preventing him from harming further people and leaving. The weapon used was a folding knife with a 3.5-inch cutting blade. 警方讲，嫌犯是对收银台附近开始杀人，沿路对店内害到店外，无特殊对象，是看到人就杀。检察官讲，提出恐怖主义的指控，是因为这边的攻击影响规个社区，唔是特定人，后面将心内惊吓，也严重影响大家日常生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研究一个人体生物资料库呢，是用11天的时间来建立10万个志愿者的医疗影像的资料，佮加上进前所累积起来50万人的血的样本，希望会当对这当中来解剖到基因、甲生活习惯等等对人类脑化疾病影响，互早日体检的服务会当愈来愈就治。史蒂夫先生倒伫咧协助强健造影 MRI 机器顶头，由检验师依照程序对伊做规身躯的扫描，并接下影像资料建立档案。这是英国自2014年开始的一项计划，作为规个英国生物样本资料库 UK Biobank 的一部分。What this imaging data will enable researchers to do is just to answer questions like, why is it that someone in their early 60s has the heart function or the brain function of someone 10 years older? What are the genetic and lifestyl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ccelerated ag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已经退休的史蒂夫是影像资料库计划第10万位，也是最后一位志愿者。
My mum in particular at the moment now, she's suffering from early stages of dementia. Close friends have had cancer and things. Giving up my time for medical research, who can learn from people, the lifestyles, the health, and obviously what their bodies are like, which ultimate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is going to help medical research for the future. 这项计划除了 MRI， 也个包括电光加超音波检查，影像资料包括脑、血管、骨头、关节、胸腔，一个腹肚各项主要器官，一个组织细胞，做甲正详细。自2003年启动的英国生物样本资料库计划，包括影像扫描的10万人在内，总共收集50万位志愿者的检体样本，包括肺、尿、喙烂。20多年来累积的资料量超过3万 TB。另外，为了要会当有更加完整的时间数列资料，参加影像资料计划志愿者，拢被要求爱每人几年就回来医疗机构，各重新做这个差不多5点外钟的扫描听数一遍。We can now look at every organ and tissue in the body, and that has helped us understand things like aneurysm risks, how muscle fat is related to frailty, and how liver fat is prevalent in like 25% of the UK population. So we've been able to understand a lot about all sorts of disease mechanisms just from the biobank data.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UK Biobank 的资料库已经经过学术界加科学界发表17000篇研究文献，为了要让和全世界医学一个科学的专业人员拢会当分享这项资料，并且兼顾庞大资料中心的缘分，资料库是按付费方式提供资料，以种内容自新台币118万到355万。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国内的生活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8月初一开始，这80岁以上的士大人是唔免做巴氏量表的评估，就会当直接来请外籍看护。即马有民间团体就开始惊讲，这新制若准开始实行了后，这预计是会增加53万个较健康的这个士大，甲一寡长照的民众咧来抢这看护的资源，所以恐惊会造成照顾的资源无够用的情形。这民团和立委召开记者会，因为8月初一开始，80岁以上唔免巴氏量表，就当请到外籍看护。民团指出，这政策实施落去，预估马上会增加53万个较健康的士大出来请外籍看护。不过，民团表示，台湾一年敢若增加14000个外籍看护，能力根本就无够，可能会致使重症的失智失能患者请无人。可以申请家庭看护工的人数会暴增53万人。这其中，劳动部推估可能有10万人会进来评估外籍看护。根据家庭照顾关怀协会统计，目前全台湾差不多20万户的家庭有重症患者长期倒伫咧眠床顶，出门需要塞轮椅，照顾起来非常吃力。民团烦恼政策若是开放了后，外籍移工可能会为着工课较轻松、条件较好，就选择去照顾较健康的士大，也是进一步提出讲要加薪水换雇主的要求。这些被抢攻的重症家庭，他们现在的弱势，他们已经是在边缘即将崩溃的家庭。如果今天移工再有任何的变动，这个家庭就糟糕了哈。23%呢，有听到这些看护工呢，他们有说他们想要换雇主了，那不晓得再来怎么办？那么已经想要换照顾比较轻松的家庭。民团表示，虽然嘛认同政府废除巴氏量表的政策，不过也认为政府应该提出一套较合现代需求的评估制度，定出分级的方式来做判断。民团建议较轻度、较健康的士大，会当去使用日照中心的资源，甲外籍看护留予重症失智失能的士大。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这假日时间其实真侪所在拢休困，所以患者呢，无论是轻重症是拢走去急诊的。即马健保署是打算要来设一个假日的急症的中心，来收一寡症头较轻的人，甲急诊留予急重症的病患。医师团体则表示真认同，不过呢，嘛建议这费用应该就要比急诊较俗的，互民众会当愿意配合。受到流感疫情、护理能力欠缺者影响，今年年初各大病院急诊瘫痪病人。为了避免秋冬急诊病人搁再满，卫福部健保署规划会参考欧美甲日本的制度，伫急诊病人真侪病院附近建立假日急诊中心，专门收治减伤分类第4、第5级轻症患者，避免轻症患者去病院急诊挂号落实分级医疗。
它并不是用原本医院的急诊的人力，而是希望结合这个基层的医师，大家以轮值的方式来协助假日轻急症的服务。健保署讲，考虑真侪基层诊所假日休诊，所以讲初步规划假日急诊中心的地点，伫病院急诊三车大约10分钟，采联合问诊的形式，由诊所医师轮值看诊。对此，台湾医务管理学会表示认同，不过建议挂号费也有部分负担，必须对现行医学中心急诊费用大约1000块较少，才有法度引导民众分流就医。经过判定，如果你是第4级跟第5级的这个检伤，你可以到假日急诊中心，你的费用挂号费跟部分负担加起来，可能不到急诊费用的一半。财务上的诱因也是可以适度的引导民众愿意到假日急诊中心去就医。健保署强调，这样示范计划也需要甲急诊室、定来塔湾病人的病院、急诊医学会甲基层诊所医师共同规划建议，包含设置所在、人力加奖励制度。另外，为了增加诱因，也提悬轮值医师、护理师健保给付，详细部分也需要进一步讨论，相信今年年底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中壢有一个查甫人，若像是若骑车、若飞手机啊，转去弄到头前车的后斗，而且呢，家己搁嘛跋倒。即马警方是照道高条例，甲即个骑机车的人罚1000块。这查甫人若骑车若看手机啊，就安尼弄到头前的特斯拉小客车，当场连人险车摔伫涂骹。这事故发生伫2日下晡4点外，现场的查甫人骑车经过桃园中壢中华路2段，敢若骑车倒只我摕手机仔伫看，造成车祸。张男骑乘机车直行时，疑似使用手机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追撞前车。警方讲，双方当事人酒测单拢零，不过骑车这个人，敢若是骑车时也看手机啊，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该罚1000块。近年来骑车违规的种类真多，像今年2月苗栗就发生一个无照骑车，也佫拒绝临检的违规案件，总共互开出46张罚单，罚款金额有4万多块。另外，今年6月高雄一骑车的人，毋但无伫安全帽，还徛伫机车的大绑顶面放手骑车，踅来踅去，还佫徛反向，至少有11项违规行为，互警方依照这个涉嫌公共危险罪，甲伊移送法办。你骑车本来就是要专心啊，因为如果你在滑手机分心的话，你会没办法。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你会没办法马上反应。我觉得罚则跟教育都要吧，他们没有那个安全的概念。他觉得只要我自己不出事，可是他没有想要会害到别人。警方也提醒，伫路骑车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尤其是骑车时禁止使用手机啊。就算是停等红灯，也看出是骑车的状态，袂使看手机啊、看信息。若有使用这手机啊需求时，应该找适合的所在去停车熄火，再过来看手机啊。安尼毋但袂互罚掉，也应更加确保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日的时阵呢，伫咧高铁有一个查甫人，若像是起酒小泉美因后生拄笑，而且坐到桃园站了后，竟然直接甲囡仔安尼拖落车，铁路警察甲口劝嘛是无卡纸，所以落尾呢是直接来通报家庭暴力的案件。桃园高铁站大厅食酒醉的查甫人闹事，互警方压制。代志发生伫2日暗时11点外，穿乌衫的查甫人疑似食酒了后，升伫列车顶悬，对囡仔生气，毋但对囡仔大声骂，佫诱囡仔向车厢连接的空间行。想袂到站了后，佫出现情绪失控，警方赶紧来压制。曾经是高雄左营高铁搭回台北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喝醉酒把车厢吐的都是。比较常遇到就是小孩尖叫啊，跑来跑去，其他还好，蛮舒适的，安全性都蛮好的。对拄起酒后闹事的代志，台湾高铁桃园站表示接到通报有旅客的冤家，经过站务人员甲铁路警察到场了解甲按答，后续交由铁路警察来处理。员警到场，该男情绪激动，警方劝阻无效，为预防当事人及他人生命身体之危害，对其实施保护管束。后续发现该男对家人有言行过激行为，警方依职权进行家暴通报。食酒醉闹事的姓叶的查甫人73年厝，铁路警察局表示，到场了后抗阻无效，依法保护管束带转去情报分驻所，也进行家暴通报，维护公众甲家属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年汉光演习是时间上长，嘛是动员上济后备军人的一届。国防部长郭立雄去到立法院进行检讨报告的时阵，表示讲，这就是为着验证这后备军人恢复战斗力所需要的时间。有发现这官兵甲原单位这个方式是会较有效率的，未来卖安尼来规划。用乌色防水布包起来，台湾甲美国买第二批42架M1 A2T 战车，预备透早运出台北港。因为头一批接种的M1 A2T 已经伫今年汉光41号演习公开实弹射击，展现真厉害火力。这届汉光创下历史上上长的纪录，也动员6年以来上济的22000名的后备军人。对此，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这是为着验证后备的恢复战力所需要的时间，也发现以原兵原单位的方式较有效率，未来也按呢规划进行。我们让他回到原来服役单位，他临战训练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短，他马上就可以适应了。如果你一律都按户籍地，我觉得这个会不符合我们临战训练要快速。不过，汉光期间发生真侪站行车的事故，引发讨论。郭立雄表示，未来互官兵做好安全驾驶的训练，但是也强调任何意外拢是实战化演习的一部分。也立委建议国防部应该考虑伫战车顶面加装行车记录器。打算以后在战车也来装这个行车记录器嘛？如果说是为了多一层保障，这是一个研议的方向。但是就在战车它成员上面所需要观测敌情跟操作的界面，包含到射控，恐怕这些东西是另外一个面向。最近，英国航母威尼斯7号号停伫澳洲，甲美国顶联邦共同军演。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出席相关活动时表示，若台湾发生战争，英国已经做好伫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准备，互认为是英国伫这个议题上强的讲法。全世界对于整个区域和平、安全、稳定的关切以及重视。那也同时对于这一个中国的这种威权主义的扩张感到忧心了。我想这也足以显示，我们应该要努力加强的，就是提升我们的战备准备。郭立雄再强调，台湾爱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甲理念相爱的国家共同合作，形成弃警主动的力头，避免中国任何要来侵略的行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的合唱团去日本参加东京国际合唱比赛，也毋过呢，所互中国来抗议，要求咱甲国旗摕掉，而且这队名也着改做是中华台北。虽然有人伫边仔咧乱，也毋过呢，咱来自高雄尼布恩和合唱团的这个囡仔，也是以95.9的成绩摕到金牌，也那奖状顶头同款是写着台湾2字。尼布恩 Chorus。第1位は二分合唱団。第7届东京国际合唱大赛，来自高雄的尼布恩合唱团，日前伫咧民谣组以95.9的冠军摕到金牌，团员因大声欢呼。不过其实伫前一天，主办单位有甲咱通知讲，因有接到抗议，咱伫会场内国旗就要摕来，名也爱自台湾改做 Chinese Taipei。比赛之前都还在跟主办单位沟通哦，所以最后在不涉及政治的情况之下，让司仪在透过各种介绍的时候，除了介绍 Chinese Taipei 以外，还把台湾也带进去哦。练唱的时候，包括在上台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爆发力，或是那个被打压的那种感觉把它唱出来，然后在台上用最完整、最漂亮的表演让大家知道。然后，因为我们刚好昨天穿的衣服是这一次 Net 捐给我们，上面是一个台湾的那个字样的 T 恤，所以他们就在现场尖叫啊，又唱又跳，然后比台湾的方式。包括尼布恩合唱团在内，台湾总共有6组合唱团去日本参加比赛。主办人宋夏光二是伫咧比赛前，也搁伫 FB 放大会内面的相片，会人看到咱国的国旗加中国的5星旗拢有。代志发生了，经过驻日本代表处，也搁随行的立委去交涉。主办单位也是把咱的名改做中华台北，所有国家拢卖挂国旗。一定是坚定的支持我们的这个作为台湾的选手，那我们也要这个跟这个中共这边提出强烈的抗议，因为其实在政治国际赛事上，我们不需要有这种政治的打压。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直接站出来说，他们不承认中国解释的2758号决议。而且都是国会，为什么？因为国会有民意基础，国会也没有外交的包袱。我们其实也应该做一样的事情，只要其他国家支持我们才有意义嘛。条约立会拢谴责中共矮化咱国的行为，虽然主办单位也是制作有台湾标识的奖牌，咱国驻日本代表处议员讲，伫过去6年，咱国参加比赛团体拢是以台湾的名义参加，只个今年因为中国的政治监管污染音乐。
强调世界上上了解台湾甲中国是无共国家的，就是日本。中国的做法会让看出因家己无自信。记者综合报道。林立金堂甲江建院是发布2005年半导体业的人才报告书，敢若今年的5月，这半导体业就开出3万多个缺，其中是以操作率上界欠人。另外，美国川普政府是会伫2礼拜内来公布半导体进口的国家安全调查结果，到时阵这半导体的关税到底敢要扣，而且扣偌济，这局势就会愈来愈明啊。文科生也可以做半导体。那我先自己站在这里，先现身说法。江建院的高层讲出伊的经验，为文科背景的分析师转来半导体产业，鼓励非本科系人投入。台湾半导体领先发展，不过上时嘛出现欠工的危机。江建院甲104人力银行合作，发布2025年半导体业人才报告书，估是2025年5月半导体欠人都欠34000人。我们看今年最大的改变就是研发的工程的相关主管，还有相关人员的职缺也窜到第2位，所以看起来台湾半导体产业在上中下游的研发动能蓬勃了许多。根据统计，生产制造类逐个月开的缺都有要甲10万个，平均每一个缺敢若有0.4个求职者，因若真受欢迎的研发类嘛开9316个缺，一个缺平均敢若0.45个人来应。因若操作类的缺有7240个，一个缺敢若有0.2个求职者，是上界欠人的。另外，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伫当地时间27表示，川普政府会伫2礼拜内公布针对半导体进口的国家安全调查结果，到时无排除会做伙公布半导体商品征收新关税标准。这都是还是一个未定数，但是整体台湾产业碰到的一个地方，就是未来整个生产制造成本的复杂度会增加，成本也预计会增加。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成本的管控，而是相对成本的管控。就是你是竞争，你还是要比别人能够好嘛。川普嘛讲到，真侪公司会伫美国投资半导体制造业，包括台湾甲其他的国家，都是为着避免受到新的关税冲击。欢迎台积电2倍股价，早盘虽然有欠价1160块，不过半导体关税就伫要到啊，业者拢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美国的关税政策 ，Trump 甲欧盟执委会主席已经达成协议，这欧盟销过去美国的产品关税是会降到15%。也若其他国家 ，Trump 是讲这礼拜是会寄出200张通知批，有可能就是10%至15%左右。不过台湾这边目前是还阁咧谈判，企业界呼吁政府要赶紧公布税率，让大家会当量早应对。美国对顶关税搁再有新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预告未来1礼拜发出200封的关税批，通知各国税率可能是10%到15%，而且一直到8月初一期限就完成大部分的协商。因为台湾的部分谈判团队也伫顶礼拜到美国展开第4轮的协商。行政院搁再讲到相关进展会对外来说明，不过工商业界是呼吁应该爱加紧这个进度。业界在等的就是那个关税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未来的整个对外的贸易嘛？关税是很重要，重中之重，因为我们的汇率已经被砍了12%。人家为什么美国比如日本、韩国各国都在强调这一块，那我们始终都得不到答案，一直在说这个气氛良好，那应该要有答案了啊。产业界强调，尽早公布关税数字，照时间应用。若无即阵未少外销企业无法应对，甚至面临工厂停工状况。另外，也有多国法人提醒，要注意个别产业状况，包含美国是台湾工具机第2大出口国，日本是台湾伫中国界工具机的竞争者。台湾的税率若是比15%较悬，会削弱这个工具机的竞争力。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对于美国来讲，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认为最好的参考模板应该是日本，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关税的话，你势必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不过，有专家用美日谈判结果分析投资换关税率，台湾会使先用台积电1650亿美金投资军事购买，还有部分关税退让3大条件，尽力创造关税条件，亲像日本甲印尼相款，降低国内产业甲大国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
气象的消息来看，着在草即马又搁正做是风台预计会对中国迄边架过去，也毋过即马受到这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气象署是来发布大雨特报。早起这中南部部分地区呢已经咧落大水雨啊，而且这雨愈换会愈大，预计是会落到8月初3。专家也来提醒这高雄甲屏东着爱注意防灾。 小区积水，关渡来到水道，有台积电家己厂员工伫宣布停班停课之前，已经来到公司翕到淹水状况。有网友伫留言区表示，厂区伫早起5点外就开始淹水啊，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影响，嘉南地区强降雨无停。24点钟来嘉义县太保累积雨量已经超过400毫米，埔子落草水上，还有台南的后壁雨量也超过360毫米，云林县水林乡累积雨量也突破310毫米。气象署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提醒云林以南嘉南地区也严防大水雨。明显的西南气流的影响，我们提醒从今天的晚上开始，一直到周3的这段期间，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南部的地区，都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原本已经降落做热带性低气压的低在草风台，伫27暗8点，佮重新恢复到风台强度。天气卫生署指出，随风台往中国刷动的过程，会引进西南气流，为这方面带来激烈的雨势。回顾顶一个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了后，结果佮中正恢复做风台，果然是2021年的罗碧风台。台湾也赶快受低压大西南气流影响，全台连续10日落雨。上次那个卢碧台风，它在这个东海这边复合成台风之后，它有引进的西南气流，那导致我们西南部呢有比较明显的强降雨的状况。那么这次的竹节草台风也在差不多的位置，那预料呢也是会有引进这个比较强烈的西南风跟西南气流。雨区部分的话，首当其冲的是这个高雄跟屏东地区。罗碧风台迄当时创下风台总雨量排名第2的极端降雨事件。迄当时马祖北港乡金碧村边坡崩起是当地2年来上严重的灾害。新竹港河乡也发生强降雨了后大石头连落来，真危险。随着在草风台将带动西南气流影响，气象署宣布启动激烈大水雨作业预报。有高中南部地区落雨会继续到8月初3，爱严防电力降雨造成灾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再来看中部嘛是昨暝开始来落大雨，伫咧苗栗大陆线公馆乡出风溪即个路段受土石绑起，交通断暂。这骑奥多拜的呢，今仔日上班是直接安尼公车经过。另外呢，国道1号这东路的路段呢，是因为落大雨，所以8台车安尼拢做伙，拢总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也那伫咧云林水那，这水是淹规暝到今也袂退，所以今仔日早起7点外也来宣布停班停课。家具甲红架倒啊，拢浸伫水底，民众敢来当坐伫个椅仔，感觉真无奈。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云林2暝透早雷公四那兼透风落雨，其中水那乡真侪所在淹水袂退。早起7点外，紧急宣布停班停课，后民众会当整理家园。停班停课主要是因为要让温内乡亲也当清理家园。小松大排那一边，它在出水口跟水利会的那个大排出水口呀倒灌的情形。路林有石头崩落，过路的民众做伙甲奥多拜扛起来。苗栗2市暗时落大雨，大陆线公馆乡出风溪路段的边坡，有2个所在石头崩落来，其中26公里的所在有路顶甲电火条倒去，砸咧路中央。看要上班的民众敢来当冒险，甲车扛起来勉强通过。骑慢一点就好了，然后路上那么多热心的人帮忙疏导，对啊。你是要去哪里？我要回我的家，当然不方便了。因为讲啊，又绕到72线去。公路局苗栗公务段接到通报，随去修理。早起8点50分恢复单线双向通车，后续会继续清理村的土石。现阶段我们早上接获通报后，已经在8点50的时候，那个路段其实已经抢修成单线双向通行。那后续我们会持续把剩余的摊主方跟路面的一些状况再把它排除掉。国道1号上报136公里，苗栗东路的路段，27半暝11点外当咧落雨，发生8台车弄做一伙的事故，当中有4个大人，2个囡仔送病院。到达现场后，于车辆中救出1名受困妇女，发现为欧卡，随即施以 CPR 抢救后送大进医院。一个50岁姓邦的查某乘客，现场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要是救无转来。落尾手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也那事故的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波大雨，伫火烧岛嘛是同款造成灾情。这是绿岛乡环岛公路的尾湖桥这个路段呢，昨暗受大地石头落伫路面，阻碍双边的交通。伫温泉住乐附近的民众，敢若会当加设一段路来通过。也那乡公所已经委托厂商，预计要按2天才会当抢通。二七暗11点外，绿岛环岛公路温泉路段尾湖桥附近发生边坡土石崩落，造成双向的车拢无法度过。二倍理事公所已经派开口客药厂商到现场救防疏线，验过绿岛乡只敢一条环岛公路，游客甲当地居民拢乘这条公路出入。公所讲，这边一帮主要是受到顶礼拜连续几落天大雨，佮加上27一阵大雨，边坡土石含水量伤多，土石相当才会规个崩落。验过石头伤大粒，可能按2天才有法度搬走。这么温泉坐落的民众甲游客只好时间远咧，行南寮渔港迄边。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台风，只要稍微雨大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岛很像破掉的洞一样，到处都是土石流。为了考虑那个工程安全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开口企业已经在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马上清除，大概要2天时间。乡公所讲，绿岛环岛公路已经争取到4亿的经费，会分期征收，希望会当减少搁发生公路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李港在兴国小的校长李炳木，伊当年呢是来投入本土教育，亲身带学生来认捌着故乡。毋但是用文字记录、写册来了解地方学校的演变，嘛家己来写歌互人笑。这李炳木立这份对乡土教育的热情，嘛互伊摕到教育部今年这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的肯定。来了客，老过时过，来到船。清客水流入阮的心内。唱着家己做事做客的歌，伊是屏东李港在兴国小的校长李炳木。这条暖暖爱聊客，毋但写着地方人文发展，嘛代表着家己伫李港做教育人员，逐工会经过的风景，佮有一路行来的心境。拄好顺着这个爱聊客，对盐埔来到李港，对西桂来到庄仔地，这个教育的艺术。情怀的故事，互大家老师、学生啊，佮社区大家来唱，希望小朋友嘛会当爱乡土、爱学校。除了写歌，2012年李炳木甲硕士论文出版成册《世纪的永安》，回顾李港国小100年的发展。这本册当时互伊摕到职优台湾文书人员的肯定。毋但李港，李炳木2018出版《盐埔教育志》。记录对大仁科大、屏北高中到盐埔乡的小学甲幼稚园的发展过程，伊嘛担任几6间学校的校史编辑顾问。因为这份对乡土教育的热情，互伊得到今年教育部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写这本册就是互伫遮奋斗的人留着一寡历史的记录，嘛互一寡读者、读的人了解讲，大家拢伫遮拍拼的故事。李炳木对做老师开始就投入乡土教育的工课，在兴国小的顶仔脚就会使看到学校发展的相片。去年校长阁特别做一块国民学校的牌仔，互大家感受70年前建校的气氛。不管伫倒一间学校教册，李炳木拢会带学生认捌地方文化甲历史发展，互本土教育对学校行入社区。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湾爱滋病学会甲台湾爱滋病护理学会是做伙来发起咖啡车巡回声援的行动，感谢这医护人员甲公卫机关是摒说咧推动友善的爱滋医疗环境，嘛希望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来推动爱滋的观念，卖有畸形的看法。古水的咖啡车驶到位，大家拢挖过来摕咖啡。这是台湾爱滋病学会甲台湾爱滋病护理学会同齐发起的咖啡车爱滋全台湾巡回行动，进前来到中华卫生局，除了感谢公卫人员的付出，嘛要拍破大众对爱滋病误解甲歧视。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啊，感觉还不错，然后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艾滋议题。因为一般民众听到艾滋其实都是比较恐惧，那我们借由这个活动传达这个概念，让一般的民众知道说，其实艾滋并不可怕，那就是更有动力去推动艾滋防治的业务。这样，公卫推广人员表示，即马艾滋病已经互人看做甲慢性病同款，只要食药啊控制，也无病毒都无传染力。
活动主办单位指出，去年有针对全国医师人员进行艾滋认知调查，结果有超过8成的人无清楚这个概念，有2成的人面对艾滋患者采取过度的防护措施，这个误解可能对感染者造成二次伤害。中华卫生局嘛有透过免欠命的体检、健康讲座等活动，营造友善的艾滋防治环境。咱主要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我们跟艾滋病患甲艾滋病的高危险群的一个友善环境，互伊拢感觉咱可以信任，因为有信任有友善吼，咱要做服务才会到位。今年的嘉义车艾滋成员隆重要完成全国26间医疗院所加15个卫生局的巡回活动，到这礼拜5，希望透过啉一杯咖啡的时间，宣传正确的艾滋病观念，打造无歧视的新时代。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来看这摕到温布顿球后的波兰提尼斯选手斯维亚蒂，因为爱食故乡的传统好料理，也就是草鱼的意大利面，即马这出菜又搁再流行起来。斯维亚蒂摕到球后即天，到波兰民众特别到餐厅点这出菜来食。波兰总理图斯克嘛加入网络的讨论，打出家己草鱼意大利面的相片。这出古早料理充满妈妈的味，若是伫波兰大汉的囡仔拢知。波兰人食草鱼意大利面已经有半世纪的时间，这其实嘛甲波兰草鱼大出真有关系。妈妈原来会特别为无爱食菜色的囡仔煮，伊看来真简单，也毋过充满波兰人顶紧的文化认同。要烹出一盘好食的草鱼意大利面，上重要的除了真青的草鱼，还佫有小可 QQ 的意大利面。上介重要的灵魂配料，还佫有草鱼酱糖，也甲用来提升口感的yogurt，还是酸奶油。Oh yeah. If you are Italian and you heard we mix pasta with strawberries, that will be oh my God, I can listen to that. But in Poland we have the season for strawberries, and we have a lot of them. And I think that was our grandmas. They think that they will mix it. 其实除了草鱼意大利面，波兰人的饮食文化一旦讲充满特色，甲台湾人同款，因食鸭血牛肚，还佫用猪油炒葱头甲香料来做香的肉酱。19世纪末，波兰街头出现一种叫牛奶堡的店，专门卖牛奶、鸡卵也加谷物所做的点心。伊伫1980年代共产时期上佳业。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府会提供补贴，互牛奶堡，或者手头较暗的百姓甲劳工阶层食一顿饱。伫共产主义上强的时期，波兰有4万多间牛奶堡，不过即马敢若剩150间卡刀，这也是波兰经济社会转型的缩影。即摆牛奶堡毋但是怀旧的体验，也是当代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对低收入的人来讲，是袂使欠缺的存在。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2度。中部地区是27度到30度，南部地区27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